窄嘅辦公室都可以運動。辦公室健身術系列教你企喺度、坐喺度，每日用零碎時間從頭到腳活動一下，返完一日工都唔會變成僵屍。如果你有腰痛或者膝頭痛，好大可能係同髖部活動失能有關。我哋要靠臀大肌用力推動身體前進，但長期成日坐，令到臀肌偷懶唔用力，肌纖被拉長而變弱，身體就會用其他部位肌群代償，長期落嚟就產生慢性傷害。4月繼續關注髖關節嘅健康，加強臀大肌同臀中肌嘅鍛煉，利用張凳通過筋膜系統同脊椎一齊連動，做髖屈同髖伸，主動收縮同埋伸展臀部肌肉進行髖部屈伸，帶動頸椎、胸椎同埋腰椎一齊喐，恢復脊柱原有曲線，專注離心收縮嘅控制同埋力度，而唔係猛力踢向心口。第二個動作針對梨狀肌，佢位於臀部最深處，係橫跨脊椎同埋髖關節間嘅肌肉，負責髖旋轉同埋盆骨嘅穩定。日常習慣坐多過企，完全冇訓練臀肌，會失去原有功能，都會令到梨狀肌受到壓迫而變得太繃緊。維持呢個姿勢做靜態伸展，亦都可以變成動態，從大腿根部來回屈伸同埋伸展髖部。